今日日樓睇啦，呢個單位位於佐敦嘅，一入屋咧見到個 L 型廳，都幾見使喎，一邊飯廳一邊客廳都可以啊。廚房咧做咗半開放式嘅，睇下個廳嘅窗係望邊先。呢個方向咧就望到行宮嗰邊向東嘅，睇下浴室、乾濕分離啦，三體式分離啊，浴缸、坐廁同埋洗手盆啊。睇翻第一間房先，兩邊窗好光猛喎。睇下第二間房，呢間房會大少少嘅，仲有排櫃俾你。景觀係點嘅呢？呢邊呢就向西嘅，望到係ICC 嗰邊。呢邊就向南啊，千金難買向南樓啊，仲要喺佐敦道添。介紹翻啦，呢個盤叫金寶樓，樓齡呢就係50年，1976年入伙嘅。最高樓層16樓，呢個單位都接近最高層噶啦。合共有58個單位，呢個單位面積係328尺。交通方面呢，步行1分鐘呢就到佐敦站，非常之快嘅。其實佐敦呢分南北兩段嘅，南嗰邊嘅佐敦靠近尖沙咀嘅，感覺完全係零舍唔同嘅。金寶樓呢就係喺南佐敦啦，靠近九龍公園啦，靠近尖沙咀，感覺係非常之正嘅。其實呢度好少放盤㗎，出一間走一間嘅，再加上呢交通方便同埋管理公司，所以係值得推介。呢度係金寶樓，有興趣嘅話，即刻帶你去睇。